海尾地方宫开卯年基安清照甲射景大典，1月5号早时6点，伫海尾地方宫起过射景，途经大主会、海尾大天府、海尾珠宝宫、海尾景园堂、海尾朝圣宫、南厂顺天堂、李良宫等2天的行程，预计将会展览30多处有宫以及角头庙宇等。各种精彩顶头表演以及新桥，更吸引真侪喜爱宗教文化朋友专工为外地赶来看闹热。第2天的行程，同款嘛是伫早时6点出发。总计超过30顶的新桥以及近100座的顶头，射景海尾庄以及周边的区域。海尾地方宫主委李中准拄感谢各有宫出桥相挺，更感谢祖庙下大道龙凤宫首次出外景来到海尾地方宫，互全体海尾庄的信徒拢非常的感动以及感谢。希望年科5条基安清照吼，咱总共有30几间的宗庙来参加啦吼，尤其感谢咱祖庙下大道龙凤宫吼，对咱海尾地方宫的听堂吼，第1届来出外景吼，就是来海尾地方宫吼，互咱遮海尾庄的信徒大家吼足欢喜的吼，感谢这届啦吼，遮侪信徒大典吼，当来参与咱这届。5条基安清照，这届是咱6年1届吼，甲绕境吼，甲做伙吼，有做石佮兼绕境，吼，这是咱有史以来第1遍的。海尾地方宫决定将6档1课建造甲平安射景结合举办，看起来敢若无法度完成的任务，最后伫祖庙下大道龙凤宫各有宫甲信众大地相挺下，将伊顺利圆满结束。伫岁末即种到来时刻，也向警察和民众祝福甲平安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